根据着环境部的统计，这花莲光复灾区已经有加万外栋的烂土清出来了。着居民呼吁政府未来伫咧发布灾害警示时阵，唔通大概拢写差不多的内容，就要强调这严重性，互民众了解。也有在地保育人士是建议讲，未来若准备治水，应该对分放的方式就去做。 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在后到达已经超过一礼拜，灾区继续清土煤。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已经有清10267栋的土煤出来。有居民表示，照用过的经验，在地人拢知影马安溪水尾到淹水，毋过无遮严重过。除了经验判断是较差，另外在政府改善的部分，居民表示，虽然有提醒帮山湖的水会甜出来，也毋过应当爱强调严重性，互民众了解。一直我们看到简讯都是一流一流，如果他今天提到说可能会停，我们的防范心可能就不一样。老人家也知道这边会淹呐、但是他们的淹为什么没有那么严重？那就要去讨论到说堤防的设置啊。 马鞍溪南花自本就有3段无相接的光复爆花，用开喙的设计来做地防的功能。水利署9月19日发新闻稿，指出第9号传分署为了防灾，已经有提早封开喙的所在。有在地保育人士表示，这摆做大水量实在伤济，嘛超出原本单边爆花的负担。伊建议政府未来要治水，通对马鞍溪北花分洪处理。咱南侧这个保护咱马潭的堤吼是介久的堤啊，吼即马大水若来吼。 伊的那下水迄个空间无够的时候，伊阮光复这边的马潭这边的道吼，就安尼搬过来。阮是建议讲吼，北堤迄边吼，会当比照讲做疏洪的方式。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找一个汇报说明，针对马鞍溪南边3段爆花受损的部分，打算2礼拜内完成抢修，3个月来做好爆花加强防护，然后伫咧明年完成永久性的爆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